各位乡亲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气象局透早5点，针对18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，尤其是伫花莲、宜兰的山区、甲台中市的山区，都要特别注意，以防上大雨带来灾情。咱做伙来看分图。海葵风台暴风圈甲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咱台湾。今仔日偏乌有11级至12级的强阵风，分临宜兰东部甲东南部沿海较空旷的所在，也有金门、马祖，嘛有10级至11级的强阵风。各地沿海风影是真大，请民众唔通去海边啊。也若气温的部分，各地高温是29至32度。明仔风台离开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各地要受短暂阵雨。也若南部甲东半部，也有中部以北的山区，要是有机会会落大水雨。西南部沿海偏乌甲金门可能会有大影，都要特别注意。